這幾天啊，這天氣濕又閣熱，是安尼事件呢，也安尼直直傳出來。台灣戲劇學院內湖校區這大校的學生，昨日佇咧食這學校餐廳的暗頓了後，昨昏就開始吐閣流。目前已經有37個人送病院啊，也那學校的餐廳也已經暫停運作，衛生局也要去稽查。特別68周年校慶，各地台灣戲劇學院在做準備。15拜三出傳出內湖校區發生技術食品中毒事件。國高中部的住宿生傳出疑似食安事件，校方上午是低調不受訪。不過，透過新聞稿表示呢，從昨天15號的凌晨1點到下午6點呢，陸續有37名住宿生送醫。37個大宿舍學生身體無舒適，33人送中國醫藥大學附設病院台北分院，4人送三總南陽分院。昨天早上有29位。學生跟2位教練，下午的話是4位學生，症狀主要是以嘔吐、腹痛，那有部分的稍微有發燒，症狀是以急性腸胃炎來表現。被診斷出急性胃腸炎，經過治療，攏經轉學校。有家長向媒體投訴表示，因為反映是10時食學校餐廳暗頓的食物，才身體無舒適。學校表示，15醫保主動配合衛生局到學校調查甲採檢，學生餐廳已經暫時運作，展開全面性環境清消，暫停供餐，該由學校統計未符合食安標準的外部的物件。有到佇學校3年經驗的學生講，會發生這種食物中毒的代志，大家是真艱苦。食安這個問題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啊，畢竟對這些學弟妹來說，他們又是住宿生，他們也只能吃學校提供的，然後卻發生這樣的事情，其實蠻難過的。學校表示，確實原因愛等衛生局進一步檢驗來確認，無做任何推測。會閣一擺對餐廳進行清消。台北市衛生局指出，還未接到醫療機構通報技術食品中毒案件，會派人去現場來檢查。若查驗相關缺失改善過複雜，依然無符合規定，會罰6萬到6億。記者綜合報道。